基隆的警察苏玉红顶个月月底伫值班台咧上班的时阵，互一台熊撞入来的货车甲弄死。今仔日举办告别式，内政部的处长吴永辉是颁3等的楷模奖予伊的家属，嘛强调会来要求警政署加强派出所的防护设备，嘛帮助这个苏玉红的小妹未来会当去金门服务。 家属捧孙子警察苏玉红的新主牌仔，看落是真悲伤。几个警察局的长官甲同仁嘛来甲送，做伙送遗体去火葬场。基隆8岛分驻所的警察苏玉红，2月底伫值班台值班的时阵，去有货车弄到不幸过往。这个案件引起社会重视。12日举行告别式，迄张相片是经伊穿警察制服及引导的相片，现场的气氛是真庄严。警察同仁的这一个安全防护，那我想我们都会 极力来争取预算来这个做一些相关设施的办理，包括我们警察同仁的设备的装备等等。所长致辞的时阵表示，苏玉红做工课是真积极嘛，真认真，希望伊会当带亲戚朋友的祝福甲爱，继续后一段的旅程。迄那内政部处长吴永辉颁发3等楷模奖予家属，包括基隆市长贾国良，还有袂少面台，拢有去现场陪伊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以后防护我们一定要努力加强。谢谢，真的很难过，所以拜托大家，我今天 真的很难过。基隆是因为是一个警察流动率高的离谱的城市，所以我们对于怎么保障基层的安全，我觉得那个会是基隆市警察局务必要在这半年内能够兑现，并且向基层喊话跟保障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案件引起警察驻地安全防护的讨论，警政署已经下令各警察局清点驻地安全，建议正式护栏，而且针对高风险的派出所提出改善的措施。请各县市警察局一定要不断的叮咛同仁在执勤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在驻地的这个强化它的防护措施的部分，也都已经在做一个规划。必须要让我们的基层警员在服务我们大众的同时，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能不受到威胁。这个相关的措施下去一定要充分的检讨。因为苏玉红因小妹目前当地的警专受训，警政署嘛答应讲一定会协助伊返去金门服务。记者综合报道。